家係我哋每日情緒流動嘅容器。當空間整潔平穩，我哋嘅心都更加容易靜落嚟。今日想用3分鐘嘅時間同你做一個好簡單嘅居家重整練習。重整環境唔一定係要大掃除。研究指出，簡單嘅結構化嘅小任務可以有效咁樣減低我哋嘅視覺壓力，令我哋嘅思路更加清晰，令我哋嘅情緒更加容易平靜落嚟。而3分鐘已經可以帶嚟一個小小嘅但係實在嘅改變。第一步，揾5件散落喺房間嘅物件，幫佢哋各自返屋企，唔使急，逐件逐件嚟。第二步，揀一個你今日想善待嘅表面，可能係書枱、茶几或者床頭櫃，輕輕抹一抹，令呢個位置重新呼吸。第三步，打開窗，令新鮮嘅空氣入嚟，令房間動起嚟，令人都跟住鬆一口氣。可能你會發現，淨係3分鐘嘅時間，個空間已經唔同咗，更加靜，更加清晰，亦都更加支持你嘅呼吸。當個環境變得更加簡單，你嘅內心都會變得更加柔軟。希望今日嘅3分鐘可以為你帶嚟少少輕盈嘅感覺。願你喺你居住嘅地方可以揾到平靜同埋支持。